大家好，我哋今日要嚟拍開箱片，咁呢個呢，就係我哋最新買嘅，咁俾大家即刻望下入面係咩啦。呢個喺拼多多買，因為淘寶比較貴，所以去咗拼多多買。大家可以估下係咩？我之前都拍過嘅。不過今次係第二款嘅嘢，係啦，就係小馬寶莉卡啦。呢個係雖然我冇插繁星包咧，但係我就插咗呢個今次最新出嘅小馬寶莉卡第4彈友誼永恆卡。今次咧佢就有呢個係 XR。咁佢話每一盒一定有一張 USR， 俾大家望下先。R 有30種 ，SR 有15種 ，FR 有18種 ，TR 即係透明卡就12種 ，TGR 都係透明卡有8種 ，MTR 就係拼接卡有18種 ，SSR 有15種 ，UR 有15種 ，USR 有8種，XR 有7種，咁 XR 就係帶銀標嘅紙本 ，USR 都係，咁佢每一盒一定有一張 USR， 但就唔一定有 UR， 所以唔一定有 XR， 所以咧我今次就係目標抽中 USR 加抽中 XR， 咁如果大家想睇我可以嘅話，就記住 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家姐仔 channel，拜拜。